主内兄弟大家平安。天气小可冷吼，咱会友嘛渐渐来到咱教会诶礼拜堂吼。咱望因伫路中会当平安顺遂来到咱教会吼。咱即时要开始今礼拜，咱下头同心来祈祷。阮的天父，感谢你带领阮众人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，阮来做声唱歌学落你，听趁主你的道理，望主降临伫阮中间，圣神也感动阮众人，互当用着主你的旨意。阮即时要开始礼拜，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，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来唱咱今仔日礼拜要吟的诗歌。咱来唱第一首是230首。即首大家拢真熟，应该讲今仔日礼拜的诗歌，咱大家拢真熟，所以咱着安尼甲伊小可较熟的安尼唱过就好。所以咱230首，咱着唱第1节到第4节安尼。唱第526首是咱即个月的月圣诗，咱着唱第1节到第3节，就是咱自头唱到尾。亲像有天伫头壳落落阿伦的喙手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今日好无徛起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回文的露水流伫色暗的山岭。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今日好无徛起是何等的幸福，因为主上帝定着赐福伫永远我命。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这条歌伊是阿根廷的歌，所以咱唱的时阵，迄心内底会当有一个 tempo， 就是1、2、1、2迄种感觉。所以咧唱的时，咱的迄个歌词莫连做伙，若是连做伙时，就是唱起来就会感觉安较沉重。这是一首讲幸福欢喜的歌，所以咱的在唱的时，咱的歌词会我做一个示范好啊。譬如讲，若是咱大家唱是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甲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
就是该小可有一点断掉安尼，就有一点断掉，咱心内面就迄款感觉安尼。咱搁唱第一节试看卖。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今日好报徛起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天地塔卡拉落阿伦的嘴笑。哦，真好，真好听。咱即摆搁来唱254首。咱吟第1节甲第4节，第1节甲第4节。基督做人间个体，其殿中出觉就是神主所选实在宝贵，连个心回归你，因光心下拢无回去，坚信心可免摇记。何乐只尊心的上帝，全下心行来感谢，请好心三位一体，永远无变到万世。稳定慈悲，永更关系，主国经拢无停。咱来看第4节的迄个歌词，咱是永远不变，吼，啊，搁有最后一句是自古及今，自古及今，吼，啊，咱会当来看第3节的歌词，第3节，伊讲云顶这是小煞，吼，云顶小煞万民同享。咱来唱第3节。一心求助航林海中，有你是完全会中，稳定小煞万民同享，保全属好无限量，统治官兵伫你手中，因公无回应无穷。咱即马准备心做伙咱的礼拜。
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这是咱来吟诗圣诗526首，何等的幸福！圣诗526首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！上帝囝儿服务徛起，是何等的幸福！亲像油天伫头壳流落阿伦的喙鬚。请坐。咱做伙来读《使徒圣经》，做咱信仰告白。第9部第7日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第12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古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启应文第38篇，也是传道书第3章。现着咱做伙来启应。天下万项事，拢有伊的期。生有时，灾症有时。哭有时，哀伤有时，重磅有时，清热有时，憔悴有时，保存有时，疼有时，静静有时，疼有时，战争有时。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诚顺敬畏。咱搁来吟诗俄罗上帝，圣诗230首。天下万邦万国万民。
230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一齐来我上帝面前，大声吟诗乌鲁伊真，上帝至尊，人人着敬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主宰、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阮来到圣殿，三甲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丰盛的恩典甲无限的疼，阮诚做你的儿女，有满满平安甲福气。主啊，当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爱谦卑承认，阮是软弱有限的罪人。有时阮坚持家己的思想甲习惯，无遵循你的旨意。求你怜悯阮、赦免阮，带领阮找求你的话语，领受圣灵进入咱的心，过敬虔、公义、善良的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全能的上帝，世间一切拢是你掌管。面对世界疫情的威胁，真侪人丧失性命甲自由。感谢主的施恩看顾，疫情慢慢得到控制，世界各国嘛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虽然最近台湾有一寡本土的传染，但是阮有信心主会保守台湾免受一切灾害。阮嘛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，恳求主看顾伊哋，嘛加添力量，互因的家庭。感谢上帝奇妙的带领，文山教会徛起伫文山地区130周年，阮阁有要继续军队早期信徒的脚迹，完成耶稣交予阮的大使命。教会事工阁需要阁较侪人的参与，求主陪伴服侍的心，赐力量互正同工同心服侍，带领教会今年度的事工计划会当顺利进行，将主的爱传出去。听阮的主，求你的信心临到阮中间，互阮甲恁三主得到
教士甲启示。基督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免。享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旧约创世纪第45章第30到15节。伫咧台语汉语本第50面。创世纪45章第3节，约瑟甲伊的兄弟讲。我是约瑟，我的老爸犹伫地吗？伊的兄弟袂回应，因为伫伊的面前拢惊吓。约瑟甲伊的兄弟讲：“请行我来。”因就我来。伊讲：“我是恁的小弟约瑟，就是恁所卖到埃及的。胆毋免因为陪我到遮。”来忧闷，来家己怨愤。这是上帝找我大圣灵来，因为要保全性命。呾伫即所在的期远已经2年，还有5年无通种作，无通收成。上帝找我大圣灵来，为着要甲恁留存的种族伫世上。搁要行以大的拯救，保全恁的活命。安尼看起来，找我到遮的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伊搁互我亲像法老的爸，做伊全家的主，甲管理埃及全地。恁着赶紧上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你的囝约瑟安尼讲。上帝互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落来我遮，毋通延前。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，甲牛群、羊群，以及一切所有的，拢通来踮伫高山的地，甲我3群。我要伫遐奉承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期远，免得你甲你的家眷。甲一切所有的落魄，何况恁的目睭，甲我的小弟便雅悯的目睭，拢看见我，甲恁亲喙对恁讲话。恁也着将我伫埃及一切荣光，甲恁所看见的事，拢甲我的老爸讲。搁着赶紧将我的老爸搬来我遮。对安尼，约瑟拍伫伊的小弟便雅悯的安棍蹄口，便雅悯也伫伊的安棍蹄口。伊搁甲众兄弟亲喙抱因蹄口。后来伊的兄弟就甲伊讲话。以上。献诗，今仔日玛纳甲社青团契。要献诗，圣诗308首，阮要唱歌来学乐。
讲道今仔日科牧师要分享的是约瑟的心情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天气有变冷吼，真冷，爱大家要注意，爱穿好烧吼。即几天会较冷，愿上帝保护看顾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天气咧变化，愿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。互阮伫你的恩典中间，阮每一天都领受对你下来平安甲喜乐。即时，阮自责伫教会内面敬拜学了你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快乐，互阮所听到的成做阮生命的美牛。阮将阮家己以及礼拜，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读的创世纪第45章内面，咧讲约瑟的故事，一直到要结束的时，咱若对规个创世纪内面来看约瑟的故事的时，咱会当看到，伫创世纪对37章开始，一直到50章，拢咧描写着约瑟一生的故事。咱对创世纪50章内面看到，为37一直到50，遮尔长的一个篇幅，咧讲到约瑟伊一生的遮所有的事件。所以，咱咧看约瑟的时，咱爱知影一点是，约瑟伫上帝计划内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。约瑟，伊是雅各最囝的内面，雅各特别意爱的一位，因为伊是伫年老的时阵所生的一个囝。嘛是雅各的即个太太拉结所生。即个故事爱往前来看时，咱就看到迄个约瑟要得到即个雅各要得到约瑟即个囝是无简单的，因为雅各经过侪的挑战了后，伊才我都带着伊的某，然后经过侪的时间，约瑟才出生。所以，伊甲约瑟号即个名，伊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加添的。所以，约瑟伫伊的兄弟的内面，伊排第11个。若咧看到雅各的故事，咱阁看到约瑟的故事的时，有约瑟的性命，敢若copy复制去到约瑟的人生的内面。虽然内容无啥共，不过伫两个伊的老爸甲约瑟两个人，因的生命迄个转折的所在，因所经历一个真重大的事件的内面，有敢若要共的共款的造物。伫约瑟伊每一个生命故事内面，我毋知伊的心情是安怎。约瑟咧面对伊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的时阵，伊到底咧想啥物咧？当然，每一届咱若咧回想咱家己，咱是毋是有对咱家己的老爸，还是咱老母，还是咱的阿祖，因的生命的故事内面，伫某一个人生的时间点中间，咱敢若共款有去拄着类似的即个生命的故事。伫即个真要共的中间，咱有看到上帝即个中间出手伊的奇妙的作为无？故事袂停止，故事会一代搁一代来传落去，会一代搁一代来写出来。奇妙的故事伫即个中间就发生。当咱每一个人抓准讲，我家己的生命，我家己的人生，咱会当掌握的时，其实即个时间，咱爱知影，咱拢伫上帝计划内面。今仔日即段经文，咱要看到约瑟伊的生命的历程到底是安怎？咱所读的毋是干那
字面上的意思尔。咱搁试看觅，来想一下，约瑟伫即中间，伊的心情是安怎？伫约瑟故事的内面，伊甲上帝关系是安怎？所以我有时咧想，上帝对约瑟的计划是甚物？为何互约瑟来经历过遮侪的代志呢？为什物雅各的其他的后生无经过遮的代志呢？雅各伊认定，伊甲拉结所生的约瑟，才是伊要传落去的即个传人。伫故事中间，咱看到对37章开始，就开始了约瑟的故事。一开始，约瑟受到伊老爸雅各的疼痛，伊做了一顶大衣。咱伫主日学的故事内面讲，这是一领真水的彩衣。伊做一领外衣互约瑟，即领外口咧穿的即个大领的衫，代表着雅各的传承，代表着约瑟要领受即个家族继续落去的一个使命。伫即个时刻，约瑟做了2个梦，即2个梦，互伊的兄哥搁较无介意，无欢喜伊安尼，所以就趁着伫外口咧顾羊的时，原本要甲杀害，要甲刣死。不过因为兄哥中间有人出声，所以就将约瑟卖互迄个以实玛利的商人。互即个做生意的人将约瑟带离开迦南地。约瑟自细汉咧伫遐咧生活的所在，互人带离开。所以对于17岁以后，伊就成做遐做生意的人的手中的一个商品，就成做一个奴隶，互人卖去到埃及。伊生命的转折点，伫即个开始无共款。伊互人卖去埃及，进入到埃及王的迄个侍卫长的厝的内面。伫即段经文内面，特别提到讲，上帝甲约瑟同在，互伊事事顺利。然后佫讲到主人发现讲，上帝甲约瑟同在。互伊所做每一项代志拢成功，主人真介意约瑟，就派伊做家己边仔咧辅助伊的人，互伊管理伊的厝甲一切所有的。即个时刻，约瑟看起来敢若袂歹，总是即个主人的太太咧甲引诱，然后甲陷害，直到约瑟关入去监牢内面。约瑟人生搁一届陷落伫一个困境的中间。不过，当约瑟互人关伫监牢的内面，经文搁共款记载中，上帝甲伊同在，赐福互伊。因为上帝甲约瑟同在，即个监牢内面的即个长官，就派伊来管理其他的遮的囚犯。来负责处理监牢内面一切事务。约瑟伫内面所办的一切的代志，长官拢免烦恼，因为上帝甲约瑟同在，互伊所管理的一切拢顺利。约瑟人生到即个坎站，伊的转折看起来敢若是歹，总是上帝甲伊同在。所以经文继续记载着讲，伊伫监牢内面拄到迄个为埃及王听酒的，也是负责伊咧啉食的遮的两个人，因的所做的梦，甲因解梦。然后埃及王佫嘛共款做梦，约瑟嘛受到王叫到面前去为伊解梦。约瑟伫迄个时阵，真清楚地表示讲：我会当为你
讲即个你面望内面所有的代志，毋是我会当为你来解说，只有上帝才有法度为你来解说即个你面望内面的意思。所以约瑟照着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气力，为埃及王解说伊所面望的内面的代志。即个面望讲到会经历过7年的丰收，以及7年的打扫的即个情景。所以，伊就建议王爱有人来管理、来备办、来面对续接落来即个挑战。经文犹原记载一件代志：上王看到约瑟有上帝灵的同在，就将管理甲治理的即个管理交互约瑟。讲所有人你拢爱听约瑟的，伫迄个时阵。约瑟30岁，当约瑟对17岁到30岁这个中间，伊经历了甲厝内底的人分离，伊经历了互人卖做奴隶，伊互主人的太太来陷害，伊互伫家牢内面互迄个管理酒甲管理食饭的即个长官袂记哩。咱若用即摆的眼光来看，即10几年来，约瑟所过的生活是安怎呢？咱会讲伊过了真悲惨。每一摆当有一个好转的时刻的时阵，伊阁陷落伫一个困境的中间。不过伫即个内面，有约瑟即个生命关键的时刻，拢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上帝甲约瑟同在。上帝甲伊同在。最近读一本册，是搁一届来读的，是这本《登峰：一堂改变生命、探索世界、行动领导的课程》。这个作者是一个冒险教育家谢志摩教授。这位教授，伊自细汉经历过家暴，伊混过帮派，伊上尾去到美国摕到博士的学位，就是户外领导力的这个博士的学位。伊带学生去爬咱讲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，伊去到非洲的第一个高峰吉利扎罗山，伊挑战伫阿拉斯加伫遐冰天雪地内底咧过船。伊阁毋难呢，伊阁为着尼泊尔遐个囡仔的需要起教室、起学校。伊带真侪学生透过服务体验的方式，帮助一寡中辍生，也是有家暴、性侵的囡仔，也是讲伫社会中较弱势阶层，互因行出迄个生命的黑暗的一部分。伫谢志摩教授伊的册内面，伊写着一句讲：每一个人难免拢会拄着一寡挫折，会陷落伫即个，敢若一直咧埋怨。伊讲，即个埋怨毋但对代志无帮助，佫会将你伫生活中敢若剩迄个一点点的喜乐，拢甲抹去啊，拢无去啊。伊讲，其实咱爱学习的是，爱咱调整咱目睭的即个焦点，将即个焦点放伫正确的顶面。焦点若对啊，咱就无需要去在意着迄个无需要在意的即个代志，就看袂清楚啊。焦点对啊，迄个负面的重担就放落来啊。各位兄弟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拢会拄着几个生命的关键时刻。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有可能伫顺境的时间，搁较大多数可能是伫个困境的时刻。那呢，当咱人生中间拄着关键的时刻的时，你会将焦点放伫倒位呢？读过约瑟的故事，我毋知。当时的约瑟是安怎面对伊的兄哥要甲刣，
我毋知伊安怎面对伊正最努力的时阵，或者最胜利的人未到埃及的时刻，伊的心情是安怎？我毋知影，当伊受陷害，互伫监牢内面，互人袂记哩的时阵，伊迄个时刻到底伊是虾米款的情形？有可能伊是真受气，有可能伊真无奈，有可能伊真绝望，有可能伊感觉就安尼无法度啊。我想经文无甲咱讲伊的心情是安怎，不过咱会当伫经文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约瑟的日子继续咧行，伊继续爱过伊的生活。当时的约瑟可能毋知影上帝甲伊同在，不过今仔日咱知上帝就伫约瑟的身躯边。今仔日咱嘛爱确信，当咱生命的关键的时刻，上帝咧看顾咱每一个人。当埃及经历过丰收了后，刷落来是一个干旱的一个时刻，这影响极大。毋那是伫埃及尔，伫埃及周围的地区，特别是伫迦南的地区，影响非常的严重。雅各听到埃及有即个食物会当买，伊就爱伊的后生拢去到埃及来买一个美牛，转来会当食。约瑟已经经过10多年啊。约瑟大汉啊，伊的外表可能改变啊，所以伊的兄哥来到埃及，无认出伫因的面前，即个宰相就是约瑟。但是约瑟捌伊的兄哥，一认就认出来啊。不过伫拄着伊兄哥的迄个时刻，约瑟无随甲伊的兄哥相认。这个时刻，约瑟咧想什么呢？有人讲，约瑟可能咧记冤仇，因为伊遐哥哥要甲抬迄件代志。总是我咧想，约瑟咧回想一件代志，就是迄2个梦。伊想起了即阵即摆跪伫头前的兄哥，一直10几年前迄个面梦。面梦中间有星、有太阳、有月亮，拢围伫伊的身躯边跪拜。迄个时刻，我约瑟的心中已经有一个决定啊。约瑟看了在场的兄哥，伊就算一下，伊无看到伊家己的小弟便雅悯，所以伊就爱遮兄哥转去到迦南。将伊的小弟便雅悯带来埃及，伊无看到伊的烦恼，因为便雅悯甲伊是同一个老母所生，嘛是雅各上尾一个后生。约瑟咧烦恼家己的兄弟，是毋是互人受欺负，也是有受到无好的对待，所以约瑟真坚持，一定爱将伊带来。经过一段时间。便雅悯来到埃及，约瑟看到伊的心情真激动。小弟大汉啊，约瑟想要保护伊，就要将便雅悯留伫伊的身躯边。伫迄个时刻，伊一个兄哥犹大，伊徛出来。这位犹大就是当初阻止伊其他的兄哥甲伊抬的这位兄哥。伊徛出来为便雅悯求情，经过一寡单位了后，约瑟无法度将家己的情绪甲伊压落来，伊用伊的兄哥来表明家己的身份。伊甲伊讲：“我就是当初互你卖迄个约瑟啊！”我咧想，当约瑟看到伊的兄哥来到伊面前的时阵，伊就决定啊。伊知影兄弟爱相认是早晚的代志，伊知影要将老爸带来埃及徛起，嘛是一爱做的代志。
约瑟一个真长的时间内面，咧调整伊的心情。过去的人生的每一个经历，伫伊的心中不断的出现。所以约瑟咧调整家己心内的情绪，咧思考即摆的环境、即摆的生活，确认了家己的想法了后，伊知不管过去如何，因拢是家己厝内底的人，他们就是家人。这整个的家族会因为伊即摆是埃及宰相的身份，会当得到活命的机会。约瑟决定啊，伊决定要安怎来做啊？咱每一天，咱拢会做决定，每一个决定拢会影响到咱每一个人，也是咱的团体未来的发展。有人讲，咱人的一生是做决定所累积起来，所以伫做决定进前，咱有做无共款的选项。会当互咱做一个来选、来决定的过程。当咱每一天早起床了后，一直到暗时要休困，咱拢做真侪决定。当你咧做决定的时阵，你的心情是如何呢？特别是伫你生命真重大的决定的时，你是处伫什么款的心情的内面呢？是欢喜快乐？也是哀伤忧愁咧。心情好的时阵，你会做怎样的决定？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你佫会怎样来看你所要面对的这个决定呢？有人讲，当人咧受气的时阵，千万唔通做决定，因为迄个时阵所做决定，你后摆会后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想看觅。咱过去所做决定，是毋是捌伫咱真负面的情绪下面所做？迄个时阵所做决定，后来的发展是怎样呢？当约瑟看到伊的兄哥开始，一直到约瑟因表明讲伊是约瑟，伊是兄弟的内面，约瑟心内有真侪情绪。我来看。约瑟有真欢喜，有时真欢喜，有时真负面。约瑟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伊的内心出现真侪选择的方法，会当互伊真正去做一个决定。咱看到经文的内面，约瑟无真匆忙用伊负面的情绪去做决定，因为伫迄个时刻，伊要表扬伊的兄哥表明的时，伊知影一件代志。就是伫生命过去的生命的内面，伊拢活伫上帝的计划内面。约瑟讲，上帝要保存咱大家的生命，亲身找我来到遮，为着要保存恁甲恁的后代，上帝找我到埃及，用这个方法来解救恁。所以安尼来看，找我来是上帝，毋是恁。当咱每一个人，咱拢知影家己的状态时阵，咱拢知影咱要做决定迄个时刻，咱的情绪的时，咱知影咱的心情是怎样的时。那呢，咱要做选择，咱要做决定的时阵，就袂真匆忙。咱要做决定，嘛袂受到情绪的影响，也是伊的情绪的控制。那呢来看，当咱每一届要做决定的时阵，咱会讲来到上帝面前，追求上帝的心意。不过，毋是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拢爱来，因为有时咱爱反应真紧，有时咱爱真紧来做一个决定，总是伫咱生命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一个真重大决定的时，咱爱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伫约瑟生命故事内面，无详细记载约瑟伊伫经历遮所有的事件，伊的心情是怎样，以及约瑟如何来做决定。不过，伫约瑟甲伊的兄弟相见面的时阵，伊亲身表示，伊伫埃及是上帝的作为。
过去的经验无一定会咱，互咱会当做决定的一个参考。但是当咱要做决定的时阵，无论咱是处伫欢喜、快乐、忧伤、受气的心情，咱拢爱知影一件代志：上帝甲你同在。所以，当咱要下一个决定，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，咱会当甲家己讲：我需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将我会当做这选择的选项交伫上帝手中。甲上帝讲，我需要上帝你的心意，我要甲你确认，然后咱会领受到对上帝遐来的平安。当咱要做决定的时，当咱生命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，来确认上帝的心意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愿每一个人的人生拢伫你的手中。当阮经历所有一切事件的时，你拢甲阮每一位兄弟同在。这是阮有时用家己所面对的这个情绪、心情，却袂记得将这所有一切交伫你的手中，来恳求你引带带领，也是来确认上帝你的心意。愿主你帮助阮，当阮日后阮所要做任何的决定的时阵，阮拢会带伫生命重大关键的时刻来追求你的心意。愿主帮助阮，会当牵调着你的阮，继续向前来行。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搁做伙来吟诗圣诗25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。254首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定中厝甲就是伊，圣主所选实在宝贵。连结圣会归伫伊，阳光圣城拢无废去，坚信信实免摇引，请起立引全首。
咱当心来奉献。诚济。报告，伫报告台先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读2解。请，安尼看起来，找我到遮的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创世纪45章第8节。安尼看起来，找我到遮的毋是恁，就是上帝。创世纪45章第8节。后礼拜圣工分担，领袖廖秀兰长老，司礼陈定伟长老，司琴周胜美姊妹，献诗圣歌队，司献赖韵如甲张金伦执事，交台张金伦执事，黄慧谦兄弟，张世兴兄弟，音控施浩轩兄弟甲周略宪兄弟，刚果经理许牧师。拜三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华美院长老，司会陈定辉长老。题目甲经文，请家己准备。后礼拜主理是科布斯，伊题目是发出光，圣经甲信息甲客英文，请家己准备。就掀开周报第6面，教会消息报告第1，因为疫情，请各位兄姐，伫平常时也是要进入教会的时阵，
一定爱用实联制。第二，本主日礼拜后1点，伫会议室有领唱的事工分享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第三，圣灵主日学要伫顶半年来开课，开课的时间甲内容，请家己来参考。第四，儿童主日学桌球班甲手作班已经开始报名，礼拜后会当到1楼柜台来登记。第五，儿童主日学有分游的活动，定伫3月27号。要报名请爱玉老师，活动可能会因为疫情来调整，请注意通知。咱今仔日要为着即礼拜吼，咱要为着两个家庭来祈祷。第二个，咱要为着新宇技师伊来祈祷。新宇技师伊的大祷的事项是全家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。第二个，互因全家信仰生活吼，拢会当搁较坚固。第三，伊的工作会当真顺利吼。第四是一个好消息吼，我想咱有一寡兄弟拢知，就是有 baby 啊吼。有定伫6月份，会当出来甲咱相见面啦吼。所以咱来为着伊即个 baby 来祈祷，以及新宇的身体来祈祷吼。这是新宇要大祷的部分。第二个家庭是咱的家运技师吼，伊要为着全家的身心灵的健康吼，特别要为着爸爸吼钱春香吼，甲妈妈青梅姐吼，因的身体健康来祈祷，以及因全家吼。出入拢有上帝看顾甲平安吼，所以即个时刻，咱做伙来为即两个家庭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看到你奇妙的作为。你互信与即事，伫即个时刻有一个好消息，甲阮众人来分享，就是上帝伫赏赐伊互伊有即个属天的产业，将即个囡仔放伫伊的中间。愿主亲身看顾信宇伊的身体的健康，保守伊有平安，保守伊出入拢有主你的看顾。愿看顾伊腹肚内底的红婴仔，伫上帝你的恩典中间日日成长，互伊成做上帝所赏赐迄美好的产业。看顾因全家的身体的健康，出入的平安，嘛互因全家伫信仰生活顶面。搁较牵调着主你的应允，跟对着上帝以及主耶稣的诫命的脚步，互信宇甲因全家，无论伫倒落咧工作，拢互因一尽顺利，因为有上帝甲因同在。嘛要为着家运即事因来祈祷，互因全家的心灵拢健康，有上帝看顾甲保守，特别要为着钱春香甲青梅姐身体。愿主你看顾保守，互因勇健的身体，互因出入活动拢有平安。愿主赏赐即两个家庭，祝福伫即两个家庭中间。愿咱的同心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阮做伙来用刷尾辨识信息394首。即是礼拜第要刷，因此线请科务处教导，请起立。
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安慰甲扶持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平安礼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